他们的，还是能够有助于帮忙到民众的，特别是在我们的产业、零售业这些等等，这个最近都受害严重。夜市还有一些零售的这些它受影响都超过5、6、7成哦。你最近有去夜市走过吗？我这个有的还比这个严重。对啊，委员，刚才你一直要问，执法什么时候？这个礼拜4就好了。这个礼拜4会好。就是刚2个礼拜，我在宴会里面也都已经要求，这个礼拜4我们宴会。这个礼拜4会全部出来。对，好，包括这个振兴抵用券的使用办法都会出来。振兴抵用券，我给委员做一个说明是，这个抵用券我们不是有这个夜市商圈这些。有些要搭配异地消费的，有些不用搭配的。然后你问展演文化有没有？有，一开始就有。院长，我现在只想让我们的民众知道说，第一个什么时候这些可以成型，可以开始来用，可以开始发放，这是民众很关心的。第二个，你那些使用范围跟项目，请你明确的说清楚，明确的规范。你不是不能增加，但是谁来决定增加？标准在哪里？因为你一旦发放之后，我跟院长保证了，所有的民意代表一定都会接到民众的陈情。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我的不能用？为什么他的可以用？院长，这个问题你要准备好。好，那委员让我说明一下。委员，你是资深的委员，你很清楚，要特别条例通过后，我们才能拟定特别预算。当然没有错啊。那很谢谢。那贵院正在审特别预算，听说会很快通过，我们很感谢。那特别预算过，我们要根据贵院通过的特别预算，我们要拟定相关的这些资用嘛，包括这个抵用券等等。那抵用券不是现在马上用，是疫情稳定，我们要。所以是疫情稳定以后才开始用。鼓励来消费嘛。但问题疫情稳定，现在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对，它不是，至少它不是现在马上，不是这样嘛。所以第一2个前提，一个贵院要通过特别预算，才是好来编列。本院立法院一定会通过。谢谢。这个是朝野很大的一个共识，大家在防疫在纾困上面是没有问题的。对。但是我刚刚今天已经跟你讲了，规模上面受冲击面，你们必须重新评估，因为这一份评估跟这个纾困条例的基础是在2月25号，今天是3月9号，全球的疫情并没有在2月25号或到今天感觉上好像减缓，没有，甚至股市的冲击、国际的经济因素加大的在影响，所以我要求行政院重新评估这件事情。